到底要是谁啊？好，我想总统依宪法所赋予他提名考试委员以及院长、副院长、监察委员以及院长、副院长这么一个一个权利跟责任。那么我们依宪法的规定，也在时间之内提请立法院来行使同意权。那么我们当然会尽力来寻求各党团的支持。国民党党团以及民众党那么下午不愿意接受我们的拜会，我想我们是尊重他们的决定。那么后续我们仍然会继续来争取他们的支持。我们是希望立法院会在这里待过10几年也是一个讲理的一个地方它每一个程序都有它的规定，那大家都能够依照整个议事的规则来进行处理。那就像法案能不能通过，同意权能不能通过，在过去也都有非常多的例子，也有蛮多当时的监委是没有通过，所以我们当然是希望总统提名过来立法院的每一个人都能够通过。但是如果被提名人到立法院之后，我们的国会议员觉得有哪一位不适合担任，那无法通过，那我们当然会接受这么一个结果。抗争最大的目的不是把对方 K 倒了，而是要凸显诉求了。这个才是抗争最大的目的。那我们要凸显的诉求是什么？就是反对有一些案子在临时会处理，比如刚刚我去开记者会的参审制，这个司法重大变革不应该在临时会草率通过司法院版本的参审制，凸显诉求才是抗争的目的。所以我们抗争，那更重要一个目的就是反对陈菊担任监察院院长。所以我们会来衡量说我们抗争有没有达到加强宣传我们政党主张的这样的诉求。如果有达到，那就有一定的成果。当然过程当中很多值得去检讨的缺失啦，包括你的进场、你的过程和你的退场，当然有很多需要检讨的。那各界的批评，我们都虚心检讨，那作为下一次抗争改进的方向。其实我那时候电话只打给2个人，我跟民进党党团在抗争当中都没有所谓的协商嘛，只有是我主动打给林志嘉跟尤院长，我只问他们说，惯例上还有法上面开灯开冷气的事情是怎么样规定的？如果有你就开。后来他们给我回答说没有，那我就不要开。所以这个跟大家再讲一次。好，至于能不能撑3天，看要不要暴力啦。老实讲，当民进党他们来拉扯我们，大家想象一下，我们是固守主席台，被民进党拉扯嘛。这个时候我们会挣扎，你知道吗？要不要骤急，不要让他来拉我？我们常常会陷入这样子的状况啊。所以你被拉的时候，你是被动的，3个人拉1个，那你这时候你怎么办？你被拉的人，我没有主动攻击民进党，我是抓麦克风是你3个人来拉我，我就要选择怎么样呢？我要不要反抗？我如果只是想要继续拉，一定会被拉走。这个也是我们检讨里面说，哇，
必然会被拉走，因为人数的优势，3个人拉1个人，各位想一想，一定可以拉走了。啊，要不要要能够持续更长的时间，有什么办法？3个人拉1个人，然后一定把你拉走，啊，时间要持续，你有什么办法？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要检讨的。接下来看起来审查人事同意权跟那个投票的那个总共还有4天跟检阅人事有关的事，那接下来你打算咋做？我们会不定期的调整策略了那一定会继续抗争。